其實今日咧主要咧同啲同學仔咧就行一趟筲箕灣。咁筲箕灣始終係一個比較長嘅歷史一個村鎮啦。咁然後亦都有好多唔同嘅文物啊、歷史建築啦，可以同佢哋講解啦。咁所以其實就帶佢哋就嚟到呢一度。其實就源於就係呢度嘅當地嘅居民啦。我哋講主要有客家啦，同埋一啲我哋叫水上人咧就居住。從佢哋嘅一啲故事咧做切入啦。去再同一啲唔同嘅廟宇去做一個貫穿。我哋行咗今日嘅有城隍廟啦，咁另外有呢個天后廟啦，同埋譚公廟。我哋亦都有兜咗入去我哋講嘅亞公岩村。筲箕灣本身原身係有好多人係聚居喺寮屋，而到最後佢哋係逐步地因為個社區建設啦，同埋政府佢哋嗰個房屋嘅安排啦，其實佢哋到最後可以上到樓嘅。喺今日我哋所謂嘅亞公岩道裏面，仍然睇到一啲寮屋嘅環境嚟講嘅話咧，其實可以幫助到佢哋去了解翻當時我哋叫做早期嚟到香港嘅一啲我哋叫居民啦，佢哋個生活嘅面貌或者狀況嘅。另外啦，附近咧佢亦都有一個叫做玉皇廟啦。咁玉皇廟本身其實亦都係歸入咗係華廟會廟宇嘅管理嘅範圍裡面嘅。咁其實呢一度亦都可以同學生去講翻，就係話，喺我哋今日見到嘅廟宇裏面，喺一個叫做都市化後或者我哋嘅城市化管理之後咧，其實喺政府裏面都有一定嘅條例去做翻一個管理。而一個就算咁少嘅廟宇咧，亦都可以體現到喺今日喺一個所謂嘅都市嘅環境啊政策底下咧，佢仍然可以得到一個叫做保留。有啲咩嘢幫助到佢哋創作咧？其實係我哋要睇多啲啦。特別係今日現代嚟講嘅話咧，由於網上面實在太方便啦，好多時佢哋會係喺呢個網絡世界裏面，可能會嗰個叫做文化嘅交流上面，可能係網上面係影響都大嘅。但係其實可以都去環顧翻，其實佢今日嘅生活嘅社區啦，唔好話嚟到筲箕灣，其實甚至係佢自己所身處嘅社區都可以了解多少少。寫作嘅層面上面，唔係話網絡世界冇故仔，而係話我哋現實嘅社區社會上面，其實更加多可以值得去保留。將一啲所謂嘅歷史或者文化，再經過提煉之後咧，其實我會覺得係寫作方面係會更加有幫助嘅。到最後亦都係希望同學仔咧，透過呢一個活動或者了解咗呢個歷史文化之後咧，可以創作到唔同嘅故事，而亦都希望佢哋喺日後嚟講嘅話啦，喺嗰個創作嘅路途上面咧，可以諗多啲、嘗多啲、了解社區多啲。